可能即家鄉直接咪你寫跟你行到三條你行到按多問題，按多你係對付啊，一戰爭呀，一對戰呀，嗱我嘅先見出呢個有人眼，佢就孫明記23節樣講到，係講你係對付一個問題，你對付一個小人，對付一個痛苦，對付一個各樣嘅戰爭，你對付嘅一個經濟同時間啲。你唔好喐一個心腸唔好喐，然後唔好驚，唔好準，對付一切嘅。其實你先見到大家係講有問題你對付嘅，有痛苦你對付嘅，有煩惱你對付嘅，你心腸唔好準，心腸唔好喐，唔好驚，但係呢，因為我哋書面嘅24節人同時間啲，因為一個上帝佢行在一個面前。意思係講，佢行在面前嘅一個通才，佢嘅一個天朝對付，本是個新嘅力量，一個新嘅精神，一個強嘅力量嘅對付一個痛苦，一個煩惱，一個問題，樣呢啲戰爭樣嘅上帝嘅以通才，佢嘅以天朝對付，本以聰明智慧，為了乜解？佢帶你去得勝嘅路，亦都係上帝嘅旨意，要係自己得勝，係自己得到利息最好嘅，因為到上帝。下次見，阿門。